甘乃威辭退女助理事件發展至今，有網民已經唔再針對甘乃威係咪因為求愛不遂而辭退女助理，而係將焦點放喺佢個人嘅誠信問題。民主黨係咪黑箱作業，包庇甘乃威，抑或係牽涉內部鬥爭，定係黨派衝突？有網民慨嘆香港政治黑暗，今次嘅事件係民主黨內部窩裏鬥，失去政黨資格，質疑何俊仁阻撓女助理公開真相。又話副主席劉慧卿雖然早就知道甘乃威曾經對女助理示愛2次，係前言不對後語嘅，但係都冇同傳媒披露，有等機會向甘乃威落井下石之嫌，希望解散民主黨。對於甘乃威話願意接受調查，但係就無意辭職，有意見就認為甘乃威應該就此事放棄議席，否則以後就唔會再投票俾民主黨。另外，譚香文話向傳媒披露女助理身份，只係發自良知，同埋只係為咗公義，並唔係搏出位。有網民話今次嘅事件係一場政治角力，認為譚香文藉此事打擊政敵同埋獲取政治利益，女助理只係其中嘅犧牲者。雖然民主黨已經宣布將會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，但係有網民對於籌備委員會嘅成員身份有懷疑，又質疑調查結果嘅可信性。更有網民肯定甘乃威需要辭去議席，為港島區補選列出候選名單，仲為候選人作出點評。有網民話事件有如羅生門，有似電視連續劇，好戲連場。